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，今日手路菜要带大家看无同的手路功夫，为了要推销咱台湾的果子，农粮署也有农科院做伙合作，辅导连锁加冰店的业者，甲咱台湾上届时行的果子研究各种会当上新的产品上市，像讲有金蕉、柚仔、火龙果，拢会当摕来煮食做料理，嘛会当做甜点心，创造一波果子的生意。浅绿色的欧式棒，外形看着亲像柚仔同款，外皮甲掺这个柚仔丝和柚仔酱，甲切开，内底餡料是这个烘打的柚仔皮，来倒打这个夏威夷的火山果，这个入喙是安尼芳香香。另外一个爱心造型的太阳饼，招牌是这个百元的酥皮，佮甲掺火龙果汁，伊的内餡，佮较是予人想袂到的这款气势麦芽，啊，佮放柚仔。即阵这个糕饼是行水果风，要来创造另外一波水果风调的商机。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在这几年火龙果也是栽种了蛮多的，那我们希望说在这方面能够协助农民有更好的一些通路。甲台南火龙果来甲入菜，倒打酱料鲍鱼。用这个天然的果香，通来互这个规路的料理看到更加青笑出叫。为着要推广台湾水果的好滋味，农粮署嘛来甲这个农科院做伙合作，辅导连锁加冰品牌，用香蕉往来这个钓时的果子，研发出限定的商品。食物里程最短，以在地的。同时，我们因为推产销履历，所以安全安心，这个绝对是可靠的。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水果，能够把我们的台湾的经济。能够再迈向一层楼，推广到全世界的市场。伫台湾提供珍珠奶茶茶以后，当季的水果饮品嘛正做主角咯。食品是惊这个水果风，在地名产嘛结合无同的食材，有新的创意，要互老店的名声通搁撑起来，改变水果的模样，来创新传统的食法，互物件搁较有价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